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學習銀行存款同銀行透支 Bank Overdraft 嘅分別。好多人都會以為兩者出自兩個唔同嘅賬戶，究竟係咪真？大家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嚟解開呢個謎團啦！睇下呢個 Bank Account。Debit side 係收款，而 Credit side 係支出。所以20X6年12月份，公司嘅收款總額為17,200蚊，而支出一共3,800蚊。根據第4章結平賬戶 Balancing of the Accounts， 喺20X6年12月31日應該會出現13,400蚊嘅餘額，屬於 Debit Balance， 代表公司有錢存喺銀行。一般嚟講，公司收款應該大過支出，所以 Bank Account 會出現 Debit Balance。喺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嘅 Current Asset 上，呢個 Debit Balance 就會出現 Bank Account Balance 13,400蚊，代表公司有錢13,400蚊喺銀行。你有冇試過喺銀行戶口入邊嘅錢用晒，但你仲需要用多啲錢？銀行會唔會幫你呢？答案就係銀行透支。銀行透支 Bank Overdraft 係指公司喺銀行戶口入面嘅錢用晒之後，銀行允許你透支，俾你用多過喺銀行嘅錢。再睇下呢個例子。20X6年12月份，總收入500蚊，少過總支出嘅6000蚊。喺20X6年12月31日 ，Bank Account 出現 Credit Balance， 即係公司喺銀行透支咗5500蚊，亦都代表公司欠銀行5500蚊。呢個係一個 Current Liabilities， 值得留意。其實 Bank Overdraft唔係一個獨立賬戶，而係由銀行存款賬所產生嘅負結餘。頭先講過，由於 Bank Overdraft 係公司欠銀行嘅錢，係一種臨時嘅融資方式，所以要喺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嘅 Current Liabilities 上寫上 Bank Overdraft。總結嚟講，Bank 同 Bank Overdraft 雖然都係由銀行存款賬戶出現，但佢哋嘅性質完全唔同。Debit Balance 代表公司嘅銀行戶口仍有資金，屬於 Current Assets， 而 Credit Balance 就代表公司已經提取多過銀行戶口嘅結餘，銀行因此安排透支服務，作為臨時借貸俾公司，屬於 Current Liabilities。希望今日嘅學習幫助到你更加清楚理解 Bank Overdraft 嘅運作。下次見，搞掂 BAFS，隨身學，隨心聽。